为了忙新的一年，国家会使消灾解厄，上山自由宫伫今日再去举办法会。台北市长郭文铁嘛到现场，伊呢嘛去拜拜祈福，讲到过年的防疫旅游景点敢会要进行这个人数的管制，郭文铁敢若讲会使考虑。另外，市政府找来捌做过这个陈亚成竞选通市长总部发言人的为由任接这个副发言人，听讲郭文铁认为这个战力不足，才会找这个战力可比这个王和武的人。因过市员伫个批评讲，做好市政上界要紧，市政府竟然是民众党练兵的所在。诚心跪拜台北市长郭文铁，要求消灾除瘟。愿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消散。疫情要是阴魂不散，不过春节连假就要到啊！台北市热门观光景点要安怎来防疫？人流热点处，要不要做管制？应该，会考虑。较无一礼拜就要过年，郭文铁说讲搁爱考虑。不过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体系讲调整就调整。他的战力堪比王浩宇吗？是像疯狗一样。和郭文铁笑嗨嗨的，就是这位台北市府新任副发言人魏佑任，捌做过国民党单学生参选桃园市长的发言人，转战台北市府市长黄珊珊办公室。外团郭文铁看到伊会使和王和武比的战斗力。那个名词对我而言还好，就是我觉得可能对王定委员会比较困扰。我属猴啦，不是属狗。只是台北市议员无分哪力，拢感觉这无啥。市政府需要的不是疯狗，而是政策说明人。难道台北市是需要一个像疯狗一样的人来代言吗？市议员阁质疑台北市府3个副发言人编制奇怪，无遵守相关规范。不过郭文铁无咧管这批评，坚持安排，是咧拍啥物算盘，阁会使观察。